cm 公分 cm， 0.6 0.41/8。打雷了吼，打雷打得那么可怕呢。有亮光吼，有声音。舌头卷起来含着。12/2啊，0.7 0.8。3.5啊，1.5啊，这实在很不容易。1.5。为什么？2。10。都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不出来，模糊了。2啦，这个也是2啦，也是2。还有日文，还有日文的中文。1/16吧，1/16， 32/1吧，这日文。这日文啊，1 cm 啊，1 cm。
0.6啊，2.9啊，加3cm，0.7吧，0.5啊，还有0.4吧，怎么会不一样？0.3嘛，1/3减1.5啊。中心日文看不清楚，这日文哦，57/24，这个日文。32/1吧，16/1吧，那是多少分之一啊？6/1还是1/8？32/1，6/1，1/8啊。这48吗？不太清楚了，48/1嘛，9cm 嘛，那个英文 cm 3/1加16/1啊，0.5，6/1，3/1加，这是5还是6啊？又像5又像6，好像15/1啊。不晓得是16/1还是15/1。1.8，3/10吗？用钢笔写的吼，60多年了还这么清楚。铅笔写的也可以很久。日文呢？你看，1cm 嘛，1公分的意思嘛，1.5吧，2.5，5.5，9.5，2.5，这个是3哦，这是3，上面是2，2.5，52，1.5，1.2，10，7.5，这日文啊，这也是日文，1.5啊，因为这里有1.5，2.5，4.5。1cm 啊，这是1cm 就是公分，1.5啊。1cm 是1公分嘛，1cm 1公分，这是4.5嘛，1.5应该是1.5。1cm 1公分的意思，这应该是0.8。哦，字那么小还可以写那么清楚。
钢笔会写那么细啊？ECM 2.5吗？好像2.5，32啊，好像1.5，这里还有铅笔的2呢，那是5吗？不太清楚了，这个真的不清楚。25，这2吗？7，这不清楚。真的不清楚，有需要再去判断了。1/6吧。2.5，这什么？看不清楚。3.8哦，3.6，1.27.5，1/8，这日文。这 cm 个公分啊，90、68、40。明湖。这不知道1/4还是什么，加1cm，1cm 是1公分啊，这日文哦。1/24吗？这日文。这3.5吗？这3.5，0.8 1cm 1公分，3/4加1/4，3/4哦，2.5，4.5，字有没有写错？是，要像3啊，4.3啊，4.3啊，4.3，4.3，这0.6还是什么？3/4加1/4加1cm 1公分，这0.8嘛。哦，这字不容易，可以写那么细那么小，还可以写得清楚。1/32吧，这68吗？1/24的，1/24的，像钢笔那么笔尖那么细，可以写那么细。写那么细还可以清楚。日文呢？你看，民国40年代学裁缝，34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。做过日本式教育的。40年代20几岁啊。cm。
76327491 cm 是公分，那怎么加个75呢？18呢？3嘛，3的地方。就好像盖房子的工程图。这还有日文的，还有英文。小数点4.5吗？2.5，15了，2.5。这日文呢？0.8。2.5吗？好像2.5，1/12的1cm 1公分呢，1/8减1cm 1公分呢，是多少？1/8 1.3啊，这个应该1.3，这里1.3，这里应该1.3，日文。有中文，有日文，有分数。1.3啊，1.3啊，1/4啊，464。5/10减4cm，什么2/1？这里真的看不清楚。32/1吧，3跟8就很像啊，32/1啊，12/1，24/1，1cm 的日文，3/10减24/1，3/1，这字可以写这么小，钢笔写的呢，民国40年代的钢笔。0.4，这0.9吗？0.4，0.9，这好像日文呢。3.2。1cm 5cm 呢？0.5嘞，1.8，这日文，日文有日文算日文，用到汉字，5.5，1.5，3.6，真不容易。这日文呢？67呢？1.5，日文呢？3呢？1.3嘛
1.5，3，1.3，真不容易啊。2嘛，4嘛，3嘛，这多少看不清楚。2、3啊，这个4，这真的看不清楚。1.4吗？真的看不清楚。这什么？5吗？好像5，1.5、1.3、1.32，1.5、1.5，真不容易。有日文，有中英。1.3吗？1.5、2。1.3、1.5、2，这多少？2.5吗？看不清楚。1.5、3、4、5，1.5、哦哦哦哦哦，真不容易啊！日文呢？1.55，1.55，4、5、3哦，2、4，打问号呢？3啊，4啊，2啦，不是打问号，不然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这写什么？好啦好啦，ECM 1.5呢1/8，这多少？0.4吗？0.4嘛。0.4嘛，这1.4，你看8嘛，3嘛，1/12嘛。日文啊，24/1 0.5，16/16/1，1.5 12个 cm，12公分，52 1.3。好，先到这里，先暂停。这是0.2/1嘛，1.32.5，3.5 1/6加16/1 16/1，1.5。这是写什么？ECM 吗？1公分吗？48。
这是多少？4.5吗？不清楚。cm 公分嘛，33吧，1.3，1.3，1.3，1/8加1 cm 1公分。